如果你成日覺得入錢難，留唔住錢，甚至做乜都碰壁，真係要認真睇下屋企有冇踩中呢啲風水地雷題。第一，大門正對樓梯或者電梯，向下嘅樓梯似足一個漏斗，財氣哇哇聲咁流走；向上嘅樓梯就令你錢特別費勁，電梯頻頻開關，更加會搞亂氣場，搞到財運上上落落，唔多穩定。第二，客廳或者床後牆身有裂紋，牆喺風水中代表靠山，有裂紋即係靠山受損，做嘢阻力大，財運自然受制啦。第三，將錢當工藝品紮成花貼上牆，甚至燒錢毀錢，錢係財神嘅化身嚟以咁樣輕慢對待，等於親手推走財運，唔好亂嚟啊！第四，擺放來歷唔明嘅古董銅錢，如果係祖傳嘅仲好啲，但若果係盜墓得嚟或者來源唔清嘅銅錢，陰氣重，反而會招晦氣、耗財氣，寧願唔擺好過擺。第五，大門一打開就見到露台或者走廊穿堂煞，氣流直穿而過，財氣根本留唔住。典型嘅左手入右手出，幾多走幾多。第六，屋企門對門，尤其戶門對戶門，兩門相衝，氣場互擾，好容易引發口舌是非，屋企人爭吵，內耗不斷，邊度仲有精力聚財啊？記住啊，好風水唔係咩元術，而係對金錢嘅敬畏同對空間嘅尊重。收好場，理好錢，擋好煞，財路自然闊。